你對朋友咁友善，但點解對自己咁 harsh 呢？我都係啊。我最近正處於人生過渡期，面對事業同生活壓力，腦入邊成日出現幾句說話：點解我仲未得㗎？係咪我做得唔夠好呢？有一日我問翻自己，如果係我朋友經歷緊呢啲嘢，我會唔會咁樣鬧佢呢？但我當然係唔會啦。於是我開始學習自我慈悲，就會學識喺低谷嘅時候接住自己。建議做以下4個練習。第一，當你情緒低落嘅時候，先同自己講：我知道啊，呢刻唔容易過。第二，試下抽離自己，用旁觀者角度去睇翻而家嘅你，你會發現你需要嘅唔係責備，而係理解。第三，攞起2張紙寫低，一張寫你點樣批評自己嘅錯處，另一張用朋友語氣正面回應翻。你可能會發覺你一直對自己太唔公平啦。第四，覺察內心批判聲，每當討厭自己嘅時候，仲同自己講：我聽到啊，但我唔一定要相信你。自我慈悲唔係自我安慰，而係令你更有力量去面對人生。